後來，過來是刑事局偵辦到詐欺的案件，意外掠到一間做毒的工廠。警方入去工廠搜索，除了查扣到做毒的工具甲原料之外，過來發現一粒爆裂物。警方唔敢大意，趕緊送相關的單位鑑定了後，趕緊甲引爆處理掉。警方嘛來鎖定到提供毒品的源頭是天道明同心會成員。警方共入去督窟，掠到2個嫌犯。以上發辦。現場算5秒了後，再將爆裂物點火爆炸，清出白煙了後的後一秒，邊仔防暴措施都好嘣一個攏噴出去，威力有夠驚人。這是警方來毀掉爆裂物，是引起婚聯搜索這間製毒工廠時發現的。警方偵辦詐欺案，查出涉嫌的嫌犯是以面體做暗號，實際上是來進行兒童面紙加工的混裝製作。桌頂滿滿攏是相關技師，也有5罐不明的液體，其中2罐驗出着毒品兒童面紙，而且因個哩架頂發現這粒爆裂物，而且爆炸威力真驚人。若是佇搜索時爆炸，效果就真歹勢上。查扣土制爆裂物1個及毒品凱達密1包等證物，並將審嫌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。涉嫌的嫌犯無交代爆裂物是對倒來用來創啥，敢若講本地就放佇咧架頂。不過警方唔敢大意，趕緊送鑑定，而且把爆裂物毀掉。同時針對毒品案繼續追查，發現提供毒品原料的嫌犯是天道明同心會的成員。警方前往桃園幫派記調查組，將姓區、姓吳2個嫌犯攏拘提告案。查出毒品兒童面紙、其他名等等的證物，以及有天道明同心會會長的假。問話了後，將姓姓、姓區、甲姓吳的嫌犯移送偵辦。